伫台湾的国会议长史密利特带团来台湾访问4天，今仔出席台北金融科技论坛。访问团进前嘛去工研院6甲园区来参观台湾甲伫台湾做伙成立的超紧雷射研发创新中心哦。史密利特是表示讲，两国分享同款的民主价值观，所以伫科技方面的合作是有袂歹的成果，嘛希望讲会当深化其他方面的合作。前一天到工研院台南的6甲园区去参访台湾立陶宛做伙成立的超紧雷射研发创新中心，和立陶宛的国会议长史密利特是印象真深。如果伊参加台北金融科技论坛致辞的时阵，嘛搁一摆提起。My colleagues and I have been impressed by the dynamism, vitality, and technological prowess of Taiwan. Already a leader in lasers and having started a promising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very recently. 史密利特讲，台湾和立陶宛共享民主价值观，会当互相信任，所以伫科技领域互相合作，搁较会当发展，弄出无同的创意。嘛希望讲台立之间会当伫搁较侪领域深化合作。立陶宛在创新跟金融科技发展是最好的，金融业者也需要科技业者更多创新跟科技的理念，所以我们也松绑了很多法规，也让科技业者跟金融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。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是对监理官的立场提出讲，科技和金融业应该要建立信任的伙伴关系，达成创新和永续。这摆论坛内面是邀请对6个国家18个国内外产官学专家来演讲和座谈，要透过趋势分享和经验的交流，替台湾的金融业和新创抗日去更较侪能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